好多老友記或者做仔女嘅，一提到政府嘅長生津，即係長者生活津貼，第一反應通常都係問每個月係咪攞個4000零蚊養咋？如果你真係咁諗，咁你就大錯特錯啦，直情係揼心口都似。其實呢4195蚊只係一個開頭，背後隱藏住嘅公營醫療全面、過萬蚊嘅雙牙資助，仲有每年財政預算案隨時派糖嘅半糧甚至雙糧，加埋個價值分分鐘過10萬蚊。今日我就要同大家拆解呢封政府大利是。無論你係啱啱夠65歲，定係幫緊屋企長輩申請，呢篇嘢你一定要逐粒字聽清楚，因為隨時一個唔小心填錯資料，或者唔知原來有呢啲福利，就真係白白送錢俾政府都唔攞，咁就真係好笨實啦。首先我哋要搞清楚一個概念，而家嘅長者生活津貼已經唔再分高額同普通，一律合併晒做高額嘅水平，即係每個月攞緊4195蚊。但係要攞到呢筆錢，最基本嘅門檻就係年齡，你一定要夠65歲先可以申請，而且要係香港居民。好多人問，如果我喺內地住緊得唔得？如果你喺內地住，就要睇你有冇參加廣東計劃或者福建計劃。如果唔係，一般申請係要求你喺申請前連續居港最少1年，而呢1年入面離開香港唔可以多過56日。呢個56日嘅規定真係要記清楚，因為好多老友記中意返大陸探親或者去旅行，一唔小心過咗期，社署就會話你不符合居港要求，咁就又要重新等過，真係好麻煩。講完年齡，大家最頭痛嘅一定係資產上限同每月入息呢兩關。好多老友記辛苦一世，儲埋少少棺材本，最驚就係超標。我同大家計下數，以2026年初嘅最新標準嚟睇，單身人士嘅資產上限係393000蚊，而兩公婆一齊申請嘅話，上限就係597000蚊。好多老友記一聽39萬好似好容易抽後，但係大家唔使驚住，社署計資產係有走盞位嘅。你而家住緊嗰層自住物業，無論價值幾千萬定係幾百萬，社署係唔計入資產嘅。即係話你住緊凱旋門或者太古城，只要你手頭上嘅現金、股票、保險、現金價值加埋唔過393000蚊，你一樣可以申請。入息方面，單身人士每個月唔可以賺多過10580蚊，兩公婆就係16080蚊。呢度有個重點，仔女俾你嘅家用，社署係唔當入息計嘅，即係話你仔女每個月俾1幾千你使，係唔會影響你申請長生津。但係如果你有收租，有做緊兼職，或者有買啲有分紅嘅保險、強積金對沖之後嘅年金，呢啲就要計入息啦。所以申請嘅時候一定要如實申報，唔好以為社署查唔到。而家大數據年代，銀行戶口同埋稅務局啲資料一對就知。如果被定為欺詐，唔單止要還錢，仲可能要坐監，真係唔好厚條命嚟搏。好啦，重點嚟啦，點解我話長生津唔止4000幾蚊咁簡單？因為一旦你申請成功，你就會自動獲得醫療費用減免嘅資格。呢個福利對老友記嚟講真係救命錢。大家都知年紀大咗，出入醫院係家常便飯。如果你係長生津受惠者，你去醫管局旗下嘅公立醫院睇急症、睇專科門診、住院，甚至係攞藥，通通都係免費。你諗下，平時睇次急症要180蚊，住一日院要120蚊。如果要做手術、做化療或者食啲好貴嘅自費藥物，嗰度分分鐘係幾萬甚至幾十萬。但只要你有長生津，呢啲錢政府幫你出晒。呢個公營醫療全面先係長生津最值錢嘅地方，直情係買咗份最強嘅醫療保險。除咗睇醫生，老友記最驚嘅就係排牙。年紀大咗，牙齒脫落，想相反排靚牙，去私家牙醫診所，喐啲就要幾萬蚊。但係只要你係長生津受惠者，你就可以申請長者牙科資助。呢份資助係由社會福利署資助嘅關愛基金提供，最高資助金額可以去到15035蚊，入面包括咗檢查、洗牙、補牙、剝牙，最重要係可以資助你雙活動假牙。你想諗下，平時想食舊燒肉都咬唔入，而家政府出錢幫你整翻好排牙，呢份資助係唔需要你額外俾錢，只要去指定嘅非政府機構或者牙醫診所申請就得。仲有啊，大家成日聽到嘅半糧或者雙糧係乜嘢意思呢？其實係指每年財政司司長喺公布財政預算案嘅時候，往往會根據當時嘅財政狀況，向社會福利受助人發放額外津貼。雖然近年政府財赤，但係喺2026年，政府依然維持咗發放半個月額外津貼嘅傳統。即係話，除咗每個月嘅4195蚊，你會喺某一個月額外收到2097蚊。雖然錢唔算好多，但係攞嚟飲茶、買下補品，都係政府嘅一點心意，係咪先？
講到申請手續，其實而家已經簡化咗好多。如果你本身已經攞緊高齡津貼，即係俗稱嘅生果金，而你嘅資產又符合長生津嘅要求，你可以直接去社署辦事處填份表格，或者透過網上遞交申請。最緊要準備好銀行、存摺、身份證同埋所有資產嘅證明文件，例如保險單嘅現金價值通知書。如果你係兩公婆申請，記得一定要一齊簽名。好多人會問，我有層樓收租，但係層樓係同仔女聯名嘅，點計啊？呢個情況，社署會按比例計算資產。例如層樓市值600萬，你佔一半業權，咁就會計你300萬資產。如果呢層樓唔係你自住嘅，咁你就會因為資產超標而申請唔到。所以老友記喺資產安排上真係要早啲打算。有啲人會選擇喺夠65歲之前將資產分俾仔女，但我要提提大家，如果你係喺申請前短時間內突然轉移大量資產，社署係有權追問錢去咗邊嘅。如果解釋唔到，可能會被視為故意轉移資產以獲取福利，咁樣係有風險嘅。另外一個老友記好關心嘅問題就係長生津同年金嘅關係。好多人買咗政府年金，驚會影響申請。其實年金嘅本金喺計資產嘅時候係豁免嘅，即係話你攞100萬去買政府年金，呢100萬就唔計入你個393000蚊嘅資產上限入面，而你每個月收返嚟嘅年金就會計入每月入息。呢個係政府鼓勵老友記將儲蓄轉化為穩定收入嘅一個政策。對於一啲資產略為超標嘅老友記嚟講，買年金係一個可以合法地降資產，而又可以攞到長生津嘅好方法。我仲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案例。我有個朋友嘅爸爸今年70歲，本來一直都係攞緊生果金，即係1000幾蚊。佢覺得申請長生津好麻煩，又要申報資產，又驚俾社署查。後來佢因為心臟有事，要入公立醫院做手術。雖然公立醫院收費已經好平，但係住院加埋啲雜費都用咗幾千蚊。後尾佢聽我講申請咗長生津，點知無奈又因為白內障要做手術。呢次因為有長生津嘅醫療豁免，全個手術1蚊都唔使俾。佢仲利用埋個15000蚊嘅牙科資助，相反好排牙。而家成日去飲茶食嘢都話好開心。所以話呢，長生津真係唔止嗰幾千蚊咁簡單，佢係一個全方位嘅長者支援網。大家一定要記住，福利係俾有需要嘅人，亦係俾識得爭取嘅人。你唔去申請，政府係唔會主動塞錢入你袋嘅。如果你身邊有老友記已經過咗65歲，或者即將踏入65歲，記得將呢啲資訊分享俾佢哋聽。特別係嗰啲以為自己有少少錢就唔符合資格嘅長輩，幫佢哋計下數，睇下可唔可以透過合適嘅資產安排，例如買年金或者裝修下自住物業嚟符合申請資格。最後，我想再提提大家關於2026年度嘅最新動態。隨住人口老化，政府嘅福利開支越來越大。雖然而家長生津仲係一個好穩定嘅福利，但未來會唔會再收緊資產上限或者調整金額，邊個都唔知。所以符合資格嘅話，真係要趁早申請，唔好等到真係要睇大病要鑲牙嘅時候先嚟搞。因為申請審批都需要時間，由遞交申請到收到第一筆錢，快則1-2個月，慢則要3-4個月。如果資料唔齊，仲要拖得更耐。長生津呢份福利其實係社會對老友記多年貢獻嘅一種回饋。大家唔好覺得攞呢啲錢係失禮，或者係攞政府便宜。只要你符合規矩，呢啲就係你應得嘅。希望今日呢篇詳細嘅攻略可以幫到各位老友記，令你哋嘅晚年生活過得更有保障，唔使再為醫療費同埋生活費咁愁。記住，健康最重要，但係有錢傍身，有醫療保障就更加係錦上添花。大家快啲執齊文件去社署問下啦。